今日係學6個月嘅廣東話，第6日。今日嘅任務係 free talk day，意思係有個問題俾我覆OK 唔係啊，因為今日我要返工，唔係今日係我返工，唔係今日我返工，冇咩計劃，冇啊，冇用啊，只要學啲廣東話同埋法文，因為我十一個月我要write 法文嘅 B2 exam。Oh my god！今個星期返工忙唔忙啊？我覺得有啲幾忙啊！覺得自己有冇進步？我覺得有少少進步。下個星期最期待學咩？下個星期期待學下個星期嘅任務。